挑戰組第3週嘅比賽，港會對住冠忠南區嘅喺深水埗運動場上演嘅喎。咁啊呢場波啦，大家一開波見到呢，真係雨勢有時頗大嘅。頭嗰20分鐘呢，好似踢緊水球聯賽一樣㗎。入到禁區呢，大家都估唔到個波飛去邊啊！嗱，好似咁樣啦，呢度大家又踢唔走個波，梅里路立得翻右腳一射個波，碌下碌佢出界啫。當盤帶同埋傳波都係有啲困難嘅時候，唯有靠一啲遠射咧先可以建功啦。艾力斯出嚟判斷錯誤，但係肥鵬呢度刀線腳嘅情況之下，令到個波喺禁區邊緣停咗喺度，冇人掂到，空門嘅情況之下都冇辦法把握到呢個機會嘅。咁多水氹嘅情況呢，真係難以去説明啦。但係梅里路話停咗雨之後呢，幫到我喎，拖到個直線揾到史蒂芬彭里納，肥鵬話唔推啦，直接射。上半場踢咗半個鐘多啲呢，就幫南區領先1-0。肥鵬揸住呢個機會呢，就不想説明，只想反應啊！呢個入球嘅慶祝動作呢，絕對係比起呢個入波呢更加靚添啊！呢度就肥鵬呢，因為佢就知道，如果要再帶波嘅話，有可能有啲差池。喺呢個情況之下，寧願推進，即刻起腳射門。呢個射門非常之高質素啦，亦都幫南區喺呢場雨戰入邊呢就成功領先。之後再做木舟，再湯多次揾艾文奴喎，艾文奴就選擇推多下，大鑊啦！遇到個水氹，但係冇事喎。正所謂情節已注定啊，注定佢有波入就有波入啦，可以射穿幾個大細龍門。喺上半場嘅尾段呢，幫南區領先到2-0啦。喺呢度就好順利啦嚇，咁其實就雖然喺個推進過程有啲甩咳嘅。但係就港會有3個球員都喺門前幫手，包括門將艾力斯，另外就唐道碧又喺度啦，詹姆俊都喺度嘅情況之下呢，都係阻止唔到呢個入球。水氹呢都阻止唔到艾文奴嘅入波啦，幫南區入到第3個入波，正式就升咗上去次席射手咯。嚟到下半場呢，就港會做咗2個換人調動㗎，咁但係就幫到麥根尼高手啊入到禁區，雖然有啲論盡，但係亦都成功幫港會追成1-2較接近嘅紀錄。靚係靚在麥根尼高，其實呢下佢接一個高波，用心口向前去帶個波之後，令到成個人好順暢，擺脱埋防守。雖然起腳之前少少失平衡嘅，不過最後都能夠可以埋門起腳。下半場開咗波3分鐘呢，港會就已經追近翻個比數啦。咁之後下半場停咗雨嘅情況下呢，就雙方越嚟越多攻勢㗎啦。呢下阿哥斯達傳中非常之好，但係陳海柏最慘啊，頂咗落地下，一彈之下呢個波就高出啦。後備上陣嘅陳海柏其實門前呢下機會真係 free header 嚟嘅，好大嘅一個黃金嘅chance，但係自己食唔到。跟住落嚟繼續都係有攻勢嘅，嚟自肥鵬嘅遠射，呢下佢就睄到龍門艾力斯企到好出嘅情況之下，呢下輕鬆遠射，亦都係輕鬆搞掂。上季喺港會場入過靚遠射，今季嚟到深水埗場對住港會一樣都有靚遠射。史蒂芬彭利拿今季聯賽第10個嘅入波，喺入球數字呢已經平咗上季嘅紀錄啦。跟住嚟繼續都嚟喎，咁啊都係喺右手邊喎。李家耀嘅傳中門前位置都係你啊，入3球，戴帽嘅球員係史蒂芬彭利拿 ，free。嚟到80分鐘，肥鵬就可以戴翻頂帽，亦都可以立埋個波翻屋企啦。啱啱個入波係平紀錄，呢個入波係咩啊？咪破紀錄咯！呢個頭槌令到佢入到聯賽嘅第11個入波，破埋過往2季喺聯賽嘅入球數字啦。之後馬古斯雲尼素斯都有個半單刀，但係呢次射門呢就過唔到艾力斯。最後呢，其實就南區都有幾多呢啲反攻嘅攻勢嘅。馬古斯雲尼素斯呢下嘅單刀略嫌處理上面個角度唔算好刁鑽啊，咁啊令到就冇辦法射入啦。跟住就港會呢個動作呢，講緊就係後備上陣嘅賓尼呢，叉到隻腳好高啊，叉到黎格爾嘅情況之下，球證係出示直接嘅紅牌嘅。亦都非常之合理啦，因為都去勢真係唔係咁好，亦都比較魯莽呢個攔截。但係亦都無礙呢場波呢，南區可以大勝一場啊，可以取得2連勝啊！喺呢個挑戰組，南區贏4-1。